动皆随心之所至，意之所乐而为之。吃的是仙桃果琼浆玉以穿的是穿云鞋仙衣仙衫，吃的是仙桃仙果，喝的是琼浆玉液，穿的是仙衣仙鞋。仙桃果含桃之果实，亦称仙桃。含桃实洲际东海有山名古所山，上有大桃树，含区3000里，曰含母。武帝内传7月7日，西王母将以仙桃4颗与地，第10折收其核，欲种之。母曰：此桃3000年一时，终下地薄，种之不生。帝乃止。论无极为圣域至善宝净净而因通万化万类根源理天是至善宝地，是无极的境界，至圣之相遇。此地至虚至境，感而遂通万物之造化，是一切万物之根源所在。自从那骄子会气数以道为母，我命七佛治理坤乾1元12会子会开天丑会替地寅会生人卯会辰会巳会午会未会申会人灭酉会地灭戌会天灭亥会混沌每会各10800年。1元共129600年七佛治世。三佛收元七佛治世，南方是爱佛6000年，北方生玉佛4800年，即10800年。卯会东方甲三春佛3720年，西方有长庚佛7080年，即10800年。辰会西北方空谷佛5284年，东南方龙野佛5516年，即10800年。四会东北方祭天佛5800年，伏羲是代理佛500年，即6300年。五会中三佛收元燃灯古佛清阳旗，掌天坛。莲慈会释迦文佛弘扬旗，掌天坛。灵山会弥勒古佛白杨旗，掌天坛。龙华会万八在气数足天使成就，又在指丑会满地是完全子会开天10800年，天成就丑会替地10800年，地完全智慧会数景，智是圆满。母会元灵收回，又会灭地，虚会灭天，亥会重回混沌星气，生为天坛故至星斗浊气，讲名为地土海山川清清之气，上升则为天。满天不满者何叹星斗，此为气界所居之处。重浊之气下降则为地，大地为重浊之气所凝结而成，形成了土海山川，此为象界所居之处。至寅会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均，万类生全子会开天，丑会替地，以完成阴阳二气之分判。寅会之时，天地阴阳之气相交，日月叠相交替，阴阳阴均而育生万物品类。
此即是先天妙开辟之本无极静态及动黄及坤乾，此即是先天妙理开天辟地之本源。无极主静，属理天；太极主动，属气天；黄极主化，属象天。道即理比即道虚灵之妙道，生一，一生二，二又生三，道即是理，理即是道，至虚至灵，万物本源之奥妙运用。道本虚灵，能生一，一能生二，二能生三，三能生万物。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三才，三才者天地人，万物因之而生，生化万物图。://LCC_LCC_2/ 意图象棋，生化5万点。JPG 天既成地既立，万物其北东土地，无人焉，缺少女男，天地既成，万物以其北，这就是象天。亦称娑婆世界、堪苦世界、苦海、此岸东土等等名称，不一而足。这世界被创立之后，尚无人焉，缺少男女，整个世界乏人管理统治。那时劫为母，我无奈之处，方舍我就六子七将。凡间由于天地有定数，子会开天，丑会辟地，寅会需要有人降生。时机已至，老母娘亦有无奈之处，才舍下皇母之有6元胎佛子，以其降临凡间，接受种种历练，屡次的差援佛东土，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治番，于是老母娘每次差遣援佛子下凡降临东土，每来一次又回去一次，就是不肯留下来治理凡间东土。无奈何为我造下血酒3山坡红，醉了菩萨佛身在无可奈何之下，老母娘只好造下血酒，在3山坡红醉了原本就是佛菩萨的原胎佛子，设一个大仙池其来洗澡，趁机会添衣邪收回礼。天老母娘还设一个大仙池，好让大家一起来洗澡，趁机会将大家的添衣添鞋都收回礼。天众佛子就醒来，不见母面，又不见添衣鞋，可在哪边？众佛子就醒之后，却见不到老母娘，又不见添衣添鞋，为娘我悲痛泪源子呼唤耳，众等速东奔，莫要再敛老母娘，因为要与众原胎佛子分离，故而心中感到悲痛而流泪，并且呼唤众佛子速速往东土而去，千万别再留恋于离天之舒适自在。如若是添衣鞋交与尔等尔，哪个亦不肯再是临凡老母娘？若把添衣添鞋交给原胎佛子，则又没有一个肯降临凡间留下来治理世界。这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饿了失踪佛子，可引心全到了凡间。若天气寒冷，
就折切树枝和树叶来遮盖身体，以御寒地冷。若肚子饿了，就取松子果子吃；口渴了，就取清凉泉水喝。众佛子如调回悲哀悲叹问母，我至何时方把家还？众佛子听了老母娘如此吩咐，皆如吊湿了魂魄一般，悲伤地哀嚎叹息，纷纷问老母娘：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母言答：3期末打开普渡清烧书清寂信清度佛缘。老母娘回答说：等到3期末节大开普渡的时候，老母娘会亲自烧书寄信给大家，并且亲自来度化众缘胎佛子，告一回家之路。家相信书皇母训子师戒以及仙佛圣群都是皇母烧书信度化佛子众生。众儿女心由以悲生大放为母，我且合同赋予。皇元听了老母娘的话语，众缘胎佛子心中有存惊疑，悲伤地放声大哭。老母娘见众佛子如此惊疑悲痛，于是写下了合同给众缘佛子，以作为将来回天之凭证。求道时的合同皆是凭证。自此，我缘佛子东土而奔至世界为男女在地人焉。从此，皇母之缘胎佛子便向东土奔驰而去，便治理世界，或为男，或为女，并传递人间烟火。母子分各东西，好不难过。自此，我众佛子受尽熬煎子各分东西，令老母娘内心好难过。而众佛子自此以后却受尽无限的折磨与煎熬。唐李白骨风师名利图煎熬，安的咸鱼不。至今时区只算6万年载每想而在世苦，母亲难安。自3山坡一别到现在，区只算来已有6万年了。自营会生人以来，至今未知出，已将近6万年时光。每每想起众佛子在世间受苦受难，皇母内心就难以安舒。一别千古一别6万多年，今时下运也至为母降道差3佛半末后普渡收缘，现在时运已经到了，为换回在世间受苦的缘佛子，老母娘降下了大道，指引众生回天之路，并差遣3佛办理末后一着的普渡收缘。3佛燃灯古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如何与老母娘同在一任理时修一理，不依人修道，任指真一人一出错，一理是良心2行公了，愿天不能言，地不能语，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结论。而的敦厚善良造就母的完美圆满，儿的光明坦荡照耀母的灵明清虚，儿的柔和宁静凝聚母的慈悲感应，儿的知足
感恩建立母的欢乐喜乐，儿的无私无我辉映母的无边无量，儿的屹立不摇弃入母的永垂不朽本尊与分身关系。 On call. 资料来源网址https://drive.google.com/files/d/0b__com/view pref=2 and page =1933899476774483005。认识老母娘天上帝是否存在天？古人认为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